家好，我係阿力，今集帶大家去深熱上城嘅外街。深熱上城新開嘅 The Street 外街，之前都有影過深熱上城，嗰時係未整好。深熱上城可以乘搭深圳地鐵10號線，喺冬瓜嶺站落車 E 出口，上返去 G 樓，去無人嗰邊出口就係。今日就係嚟呢度外街，呢度真係整得好靚呢邊。深熱上城嘅外街以獨特嘅歐陸風格設計，仲聚集咗好多人氣餐廳同特色嘅咖啡店。哇！呢間泰式餐廳好靚，家天地啊！哇！呢度真係打卡好地方，好靚呢度。有貴州菜、雪卡專賣店喺呢度，好靚呢間嘢。呢一間店好靚，超有特色。呢度係外街中間嘅許願池，好有藝術感。有細路女喺度彈琴。上面啲 LED 燈同天花板燈飾，令外街變得更吸引。好，上到嚟2樓呢度望一望。哇！呢個位望落去噴水池嗰度好靚。上面呢層都係有餐廳嗰啲。外街大致上就係咁啦。跟住落到嚟深熱上城嘅 B2 層啊，想介紹俾大家依間甜品係好好食，千戶本鋪。呢個就係佢嘅餐牌，非常之多種類。因為我中意食芒果啊，咁我叫咗個鮮炸芒果芋圓燒。呢個非常之好食啊！而家嚟到深圳洪湖公園睇荷花賞活動。今日我哋一齊喺呢度欣賞大自然嘅美麗，感受荷花帶嚟寧靜同清新。好，入到嚟呢度呢，有個地圖可以睇到個活動喺邊度嘅，好大幅。深圳荷花賞芙蓉苑呢度有啦，同埋下邊個河尾空間，即係中間呢度。原來東大門轉左一直行入去已經到㗎啦，已經見到好多荷花喺度啦喎。哇！你睇下幾誇張，勁多荷花喺度，多到我沿住側邊一直行過去，慢慢睇。2025年6月12號至7月6號喺洪湖公園呢度舉行。
洪湖公園交通方便，近地鐵7號線洪湖站，行路就可以輕鬆到達，而且全程免費開放。哇！見到呢度多啲荷花睇到，粉紅色嗰啲。今日陽光非常之好，好熱，不過呢幾座亭好靚啊！呢度哇！呢度望出去啲荷花多到幾密集。公園入面17萬平方米嘅荷塘，全盛時期有超過100萬朵荷花盛放。呢度一個充滿詩意同美感嘅荷花世界，鍾意花嘅朋友就快啲嚟睇下。今日條片嚟到呢度，記得訂閱我頻道。我係阿力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